咁好嘅節目咧就唔止一個嘅，即刻交個時間俾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嘅 Esther 介紹下。當然啦 ，Kenneth， 我哋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當然有好多好精彩活動啦，其中咧梗係有話劇。咁今次話劇咧同我哋以往有啲唔同嘅喎。咁呢個話劇我哋用我哋嘅成個嘅芥菜種劇團咧做一個嘅籌款活動，係 for 一個 project 叫做加拿大青年無毒品計劃。咁呢個係一個咧北美巡迴嘅文化交流活動。咁今次我哋呢個嘅計劃咧，除咗係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主辦之外咧，我哋會聯同咧 Richmond Community Network Association 咧係一齊合辦嘅，所以我哋咧今次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啦，包括有 RCMP 啦、教育局啦、所有嘅唔同嘅政府嘅機構咧係一齊合辦嘅。咁當然我哋最主要一個嘅活動，我哋開幕禮就係今年我哋呢套嘅話劇 Family 家，咁啊係主要環繞咧係一班嘅一啲青年人咧，佢係有屋企上面嘅溝通問題啦。引致咧係有個走入唔同嘅機會，亦都主要由呢個嘅毒品為到就主題。咁我哋今年就喺5月16號，咁星期五晚上7點鐘，咁就會開始呢個 show 噶啦。如果觀眾有興趣查詢我哋呢套劇嘅資料或者購票咧，可以直接打我哋嘅熱線就係604-805-8833，或者親臨我哋中心列治文太古廣場3125室。